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5A 班嘅莊朗宇。我係5A 班嘅李俊康。今日我哋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非常之實用嘅避免衝突技巧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，因為一件好小嘅事，例如同同學開錯玩笑，或者排隊嗰陣時有少少嘅碰撞，而令到對方火都嚟埋，差啲想同對方大打出手呢？其實憤怒係好正嘅情緒，但係如果處理得唔好，好容易由小摩擦變成大麻煩。所以今日我哋要介紹 STOP 避衝突4部曲，教大家點樣喺火起嗰陣時及時冷靜。第一步係 Speak， 即係表達感受。好多嘅衝突都係因為大家玩玩下，或者唔知對方嘅底線。當你覺得唔舒服或者被冒犯嘅時候，千祈唔好只係識得講粗言穢語，或者打返轉頭，而係我哋應該要冷靜、堅定咁講出自己嘅感覺出嚟，清楚向對方畫出自己嘅底線，對對方講唔好，咁樣往往都可以喺衝突升級之前就成功止血。第二步係 Take a breath， 即係深呼吸。如果你講咗，但係對方仲未停手，你仲覺得心跳加速、手心出汗，呢個係大腦斷線嘅信號。呢個時候先係停一停，冷靜3秒。呢3秒鐘唔係叫你認輸，而係等大腦攞翻啲氧氣，等你可以理智啲去諗下，而家出手有冇解決個問題，定係會做更加多嚴重嘅後果呢？第三步係 Off，即係離開現場。如果講又講過，深呼吸又試過嘅話，但氣氛仲好僵，咁我哋就要識得走位啦。嗌交好似救火咁，如果你留喺原地度嗌交，你本身就好似嗰嚿柴咁樣，只會令鋪火越燒越旺。你可以同對方講句：我而家好悶，我想冷靜下先，然後轉身離開。離開唔等於輸，我哋可以去廁所洗個面，冷靜個人。暫時嘅物理嘅壓力係化解暴力最有效嘅方法，亦係展現到君子氣量。最後一步係 Peace， 即係冷靜處理。離開咗現場，等情緒平復之後，我哋要諗下點樣和平解決呢件事。但如果發現事情唔係可以自己解決到嘅話，可能遇到恐嚇或者持續嘅欺凌，一定要揾老師、訓導主任或者係社工幫手。記住，主動求助唔係等於失威，而係用聰明同埋正確渠道去保護自己。總括嚟講，面對衝突，我哋唔一定要用暴力去解決，只要記得 Stop 表達、呼吸、離開、揾幫手。咁我哋就有一個更安全、更和平嘅校園生活啦。祝大家學識情緒管理，做個高 EQ 嘅學生啦！多謝大家。多謝大家。